人民，好消息！而家終於條條大路通向大巫師。好好今天唱着意慶典見證真美好，唱歌節慶笑語唱我都高興。好事情，完完全全平靜，再也不見對抗。是無疑問的高興，好事情。我哋全靠有你，謝葛倫達同埋你英俊嘅追求者輝夜羅王子，佢更加係新任嘅烈風部隊嘅隊長。烈風部隊係大巫師為咗捉壞女巫親自召集嘅精英部隊。隊長同大家講下，你有咩感受？我好沮喪，我做隊長就係想揾到佢，我一定會繼續揾，直到揾到為止。唔係，我係指定婚啊！我哋訂婚？驚喜咧！係好啊，你開心就好。大巫師同我從無疑惑的高興，係咪啊，王子？無疑十分高興，正是無疑問此美妙長笑書，從頭落尾精彩不止，裡面無疑是快樂事。係咪啊 ，Darling？無窮盡快樂事，快樂然又再現，如像有過千百奇遇，再話你知，他永遠也好盡樂，我永遠似不見了，卻永遠滿足大笑，大概好夢成事之日，會開心分分秒。親愛嘅葛倫達，我哋都戥你好高興。身為新聞秘書，我一直都盡最大嘅努力，確保成個奧茲國嘅人民都知道，當你面對可怕嘅西方壞女巫嗰陣時嘅英勇事蹟。聽說過佢有另一眼，係永遠眼望四方。聽說佢會半夜脫皮，絕對快過換襯衣。有野獸在協助逃離，合作照顧及到處理。看佢個心已是變衰，要對付要靠水。變衰，快揾個人行下半水。啲人父母老㗎，聽到咩都信。失陪一陣，我哋好快就會翻嚟。跟我嚟啊，王子！你做咩咁講啊？個個望住我哋啊！要我企喺度陪住病人同所有嘢，我做唔到咯。我都一樣好憎咁啊！你覺得我好想聽佢哋咁樣講艾芙巴嘅咩？咁我哋仲留喺度做乜嘢啊？我哋而家走啦，嚟啦，我哋即刻走。我唔走得，我唔走得嘅。下面所有人都指意我為佢哋打氣嘅。你唔想走，因為你冇辦法抗拒名氣。事實就係咁。或者我真係咁？咁有錯咩？邊個抗拒到啊？有人抗拒到，你同我都知佢啊，咪做到咯。我一定要盡快揾到佢。如果俾其他人揾到佢先嘅話，你知㗎，我一樣都好擔心佢，我好掛住佢。乜你睇唔出佢唔想俾人揾到嘅咩？你要面對現實，佢已經選擇咗啦。你啱，就咁話。如果我哋結婚你會開心嘅話，就咁啦。你都一樣開心噶，嗬？你知我幾時都咁開心噶啦。輝夜羅。晒輝夜羅，佢話要去幫我攞杯嘢飲，佢份人就係咁體貼嘅啦。因此，絕無疑問的高興，絕無疑惑的高興。即使到
明日我會如常美好，難全部似當初所想，照樣無疑問的高興，確係無疑問的高興，係唔止咁，夢如期實踐，不然卻始終無從預計，怎講得清？大概花多花少也可，大概花心機應結果，大概跌過碰過對過錯過，永久不會白過。如若踏進樂園，快樂園還未夠樂園，但看着華麗舞曲將無盡，笑聲於其中，總有快慰心裏訴，是我有笑意心裏種，大概好夢成事之日，有開心天變送。你覺得嗎？當美